过来看，警政署公布上新的人事调整。之前因为性骚扰去防指控的基隆市警察局局长洪坤玲，调去做航警局副局长，伊强调讲是主动要调过的。另外，这届人事案嘛有国道警察局长廖美玲，伊接手做全台湾头一个女性的警政署副署长。基隆市警局长洪坤玲进前去涉性骚风波，拄着警界人士，都要大规模调动。本来亚述可能互人背调，即马结果出来，改调航警局副局长。感谢署里面对我去这个建议采纳，我才可以就是面对嘛，也不要让同仁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困扰嘛。可是还有很多单位可以调啊，没有关系啊，因为这次时间发生的比较急迫啊。洪坤玲这步调整，外界解读是变相降调，不过伊讲是主动提议离开现职，也感谢中华理解。这摆变动有140多人，警界就要大换会，都是3线1000以上的高阶警官，县市警局长都占10人，要伫10日交接。另外，这一回也备受关注。不放心，这个到底是不是一个诈骗呢？要向哪里查证呢？检察后挂宣讲，伊是国道警察局长廖美玲，警大48期毕业，捌做花莲县警局长、桃园市警局副局长，捌市文山一分局长丁耀志，佫是第一回3线3星女警官，即马佫要拍破纪录，特别升任第一回警政署的女性副署长。大家都认为说这是一个性别的考虑，但我觉得应该不是，就是说在专长方面，或者是在这个工作的这个推动上面，需要去协调联系的。我想这一方面应该是我不会觉得是很意外，或者是说好像这个安排是很特别。这条高站提拔来廖美玲用平常心看待，有基层环境点出，警察的职场环境已经有对女性较重视。比较特别的可能会是，例如侦查队啦，侦查队以往都会觉得女警不适合，但是其实近几年可能不管是环境改变或者是特考，所以它开始其实也是慢慢的有在变多。这摆人事调整无牵动6都警局长，加上今年7月还有真侪高阶警官要退休，按算一摆调整幅度会阁较大，人事要安怎布局，会是一个真大的考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